府其实大部分的首长伫咧公开的场合要来翕相，用咩拢是爱脱口罩来翕相，就是爱甲喙暗摕落来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就替黄市长来讲话咯，讲有时阵无法度挂喙暗是会当体谅的，但是地方的爸母官也是爱带头照规矩来行。 新北市长侯友宜难得唱歌，因为唔知讲敢是看到台南市长黄伟天无挂喙暗，可能罚3000块，喙暗拢无拔落来。郭光英替这来演奏的大细汉囡仔讲话。其实有时候很难做得到，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完全可以体谅，开罚是一种非必要的手段啊。我们原则上。 要以身作则。讲爱好带头，也毋过公众人物翕相时，安尼这边怎算？你看这场为新北市长侯友宜、副总统赖清德、台南市长黄伟天，拢无挂喙暗，啊若到台卡，人人拢挂喙暗。尽忠职守。 高雄市长陈其迈昨伫咧宣誓典礼，互人翕到讲伫台顶无挂喙暗，台顶官员宣誓时拢徛真晚，共款无挂喙暗。8大领域里面这个部分还是要尽量戴上口罩，互相的提醒互相的一些要求。 画面来看金门，总统串门去金门的时嘛，都互人翕到无挂喙暗的这个时阵，台北市长高文摕23去嘉义嘛无挂喙暗，甲民众咧接触，这个时机应该安怎准赞？ 伫镜头前，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，拢会互人放大来检验。